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各位介绍一种别开生面的一种表演方式。我们知道这个舞台呢，对艺人来说呢，那表演的方法跟空间其实有很多。今天在龙兄虎弟里面要为各位介绍一种工地秀的或者是庙会的表演方式哦。要邀请到两位，那可以说是这个个中的翘楚，也工地秀的歌王歌后于天以及陈莹洁小姐，欢迎他们。好，回家。 即摆是丢啥啦？我咧丢。啊，哪有迄手甲手丢啊者？你即摆身体受用啊？吼。是受用啦，即个歌对毋着查甫人起来加丢过啊。歹势吼，几岁唔好常常讲安尼啦。你讲啥话啊？40开始才敢若一尾量咧。啊，莫像即款歌，哪有丢啊过？阮昨哪要丢边边啦？换一点，换一对啊，换一手啦。换一点，因为看你要换啥，拢无要紧。老师请了。换一点，换一点。哦，这点好。哦，这算是民谣了。天黑黑，啊要落雨，阿公啊行地头要骨头，骨啊骨，啊骨啊骨，啊骨着一尾旋流果，旋流果，旋流果。拜托姐，旋流果。哎，我拜说哦，你唔丢袂煞，啊，什么后尾说旋流果，这是啥？旋流果。旋流啊，你嘛拜托诶。啊，无啊是免啊唱，无免啊唱。第一届的工地秀你拢安尼唱的啊？你拢唱这尔？哦，安尼算讲大当减了。惊死人！啊，中意迄叫哦。哦，工地秀原来唱歌还要改歌词。哎呀，哎呦嘞！今天有的聊了，先跟大家问候一下，来，那对啊，各位龙兄虎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讲了够正经的你是咧做广播剧的，你甲你的个性完全无共款，袂使啊。啊，无要安怎讲啦？较大声。哦，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各位来收看咱龙兄虎弟的这个节目。哎呦，是在咧拍广告呢。这于天先生听说最近到马来西亚跑一趟，回来小可秀到。啊，刚有可能互人去放蛊嘛？新加坡、马来西亚说降头、杠头有没有？哦，对，杠头。哎呦，会食危险吗？啊，遐袂放啊我啦，我的个性太硬咧，哎呀，放袂落啦，放袂落。无啦，工地秀爱讲啥啊？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足欢喜即出来甲龙兄的工地秀遮哦，来遮唱歌真好，啊，佮看到朋友大家足欢喜的，希望大家即摆司机长摆，大家拢尽量这司机咧买厝上俗，尽量买尽量看哈。哎呦，是安尼，你真系算讲啊，先甲大家问好。对啊，就是问好啊，对啊，唱歌还唱歌，啊，来介绍人看厝啊，迄就是工地秀，迄足济哦。你即马是咧讲这个做工地秀，这个问好大师。哦，他是用这个啦。啊，于大哥，你拢安怎问呢？我去有当时啊，雄起安尼赶到位，我唔知讲啊，当这间是啥个啊？去看者。啊，拢啊，哎，今天很高兴啊，来到遮吼，这咱这个工地吼，迄落咱这个工龙虎别墅啦。啊，安尼哈，我讲好，即间哦地段好，啊，佫俗，大家哦赶紧爱唱。看煞，唔是干那听歌呢，爱入去订迄落厝哦，吼。对。为什么每个歌星都要这样子讲？干因为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卖房子嘛，所以叫工地秀啊。跟人家拿这个酬劳不好意思，对不对？是啊，人都开钱，请咱都讲几句，顺便促销的。像我讲的，甲恁嗰個無共款。哎呦，哦，拄则在展示屋里休息了一下。哎呀，内面装潢了有夠水，朋友你都要入來參觀一下，唔是咧操蛋。我看了迄個項目單哈，賬單啊，看了一平才俗啊。头家一定头壳歹去安尼，去入来，好，趁到机会。哎呦，那等于是帮老板一起在骗那个客户嘛。头家听了嘛真爽。结果内底装潢你家己也无看起，啊，就讲啊，讲啊，伊就要去顺啊。对。大家的方法都无共款。哎，无共，当然是无共，每一人讲法无共啊。哎，那这个工地秀里面有很多趣闻呐。趣闻，比方说像我们李家小姐的，就常常碰到一些怪事。去个工地时间来不及了，哎，给你把上面已经介绍，一看他车子到了嘛。啊，现在很高兴，我们这个陈英杰已经来了，各位哦，这样，
啊，就看到陈英杰从那边就提着皮包跑一跑，哇，怎么又回去了？高跟鞋戳在那个泥巴里面。哎黑呦，不是，黑是有工地也有这样子，还有庙会。那个庙会的时候，我们哦，咱咧铲都要挂场啊起来，挂场迄关大关嘛，啊，都拄啊弄到一个烂头的。烂头，啊，拄落去，夭寿迄爬袂起来啦，哎呦，人就咧一点啊。而且听说在工地秀做秀，有些歌还不准唱。对，比方说有什么歌不能唱？好多什么绝情雨，哎呦今日又搁底落雨， 6月风台，7月水灾，哎呦大什灾难来么故了。乡啊，遐什么故乡不能唱用砖啊空，啊靠用砖啊空就袂水啊嘛。起来普通，那就免背啊啦。老板在里面一听，拜托，换一个歌在唱这个，啊，还有台北今夜啊，冷歹势吼，清清。迄个歌真正虽然是我的歌调，但是我嘛歹势唱，我家唱就冷清清安尼啦，大家做都无人无破的观众。台北即摆连秀冷清清，哎呦，啊连秀场冷清清，我伊惊到。礼拜安尼啊，讲头一块歌啊去哦，啊未开场嘛，啊就想人家介绍去，讲要赶场啊就。我歌调就对。讲哎呀，拢无观众呢，无紧，有钱摕到就好啊，我好去台北今啊，真正冷清清，无半个人去看呢。哎呦，唱歌若唱废唱，后壁真正会足气的啦。青蛙后边，哦，那恭就这喜款。 A 栋5号卖出，A 栋5号卖出，陈先生，我们恭喜他。听一条啊，哎呦，树上的代志听啊！到哈。头家啊，你厝卖去，安尼妈安尼甲阮吓惊。你唱歌哪在讲话？今天我们这个还算是小场面啊，不然被看起来紧等啊，那个隆胸隆胸。迄唔多吼，会中伤。所以那种表演很奇怪，所以表演的时候根本观众也没办法好好听，噼里啪啦的鞭炮一直放。尤其像你们这3个人一去的话，那这个房子卖出的这几率很高啊。对。所以在表演当中可能已经卖出6户，那个炮一直响不停啊。哎呀有对的这些代志。啊，定嘛拄着，定啊，遮你讲啊，敢若有听在喙啊，啊，但敢若听炮声，噼噼啪啪啪啪，听无啦，我倒啊，啊，还有一款的庙会，庙会嘛头壳真疼，那拍对台对啊哦，迄做旧啦，迄都做做旧旧哈。他们有几十年、40年或者60年或者20年的哎，十年哦， 10年做一届啊迄做旧落去哦，惊死人4、5担呢，那规个都唔知要看倒位啦，哎呦个个你看调看。后歌戏的啦，是后布袋戏，对，后就咱的歌厅秀的啦，吼，后迄落迄款的吼，那就清凉秀啊。恭喜来宾 A 栋6楼卖出 ，A 栋6楼。你是咧靠背哦。但系讲话卖定迄哎，惊啦头，家啊，拜托，讲到清凉秀，你就咧放炮啊，是啥意思？拜托，清凉秀，清凉秀我会帮我看无。这个是无清凉啥。秀较无你放坦白讲，清凉就我坦白讲，我拿大概我去到那边哈，我每次去表演我都提前去。哦，为什么？工地我在那边看你就先唱清那凉秀个先。那这收入上面来讲呢？听说我们于大哥大部分收入靠工地秀来的。因为你现在对不对？全省歌厅剩2家，你不可能对不对？不像费玉清那么不要脸了，你变成驻唱了，是，对啊，对不对？实在是安尼，实在安尼后接档接要连续拢费连玉清啊，动。我听说你接第一次他很少接工地秀，然后第一次接的时候就答应了，然后到高雄。会碰到下冰炮，哎呦，改期就改3摆啊。哦，正是要来出发的时候，佮拄着冰雹呢。一世人还咧做工地啦，拄啊开始接头一个工地到高雄就下冰雹啦。哦，我惊一哎你个想讲安尼，真正吼就唔甘愿啊，但是你嘛车马费硬甲摕啊，吼，啊，你往哪摕车马费？想讲安尼省吃俭用了半辈子，伊惊到要死，这位一定给他冰雹都接到。上次报纸一登嘛，乒乒乓乓那个飞机就重新起飞嘛，啊那个很危险的。碰到大块一点的，是，碰到飞机的那个鸟撞的时候，玻璃会碎掉，哎呦，这很危险很。多对很危险。所以从这边又让我感觉到艺人的，让我非常敬佩。台湾的这种表演的场所，刚才你讲有很多种，对，这种现象也是外国人在眼里看来觉得，哎，那咱们台湾这个表演方式很奇怪，有的路边呢，还像刚才讲清凉秀，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就清凉秀啊。那手不要这样比，这样比干什么呢？我都捌看过一个，有影。啊，拢总八条，用一个手，只有一个手掌遮住，哎呦，啊，啊，最后拿一把扇子出来，加大气的魁星，哦，像是很大的那种鸵鸟扇子，
一地砸咧头前，我过来后壁拢无。哎，有个啥只？哎，赢者。你迄算较避暑的，阮咧捌拄着打对台的时阵，清凉就伊一台，阮一台安尼，阮一个起，我甲你亚平起。哎呦，本来一个出来尔，看到阮起尔，10外个几个闹光安尼，甲你拼台安尼。